呢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梁子穎，早晨。早晨啊，周樂文，早晨聽眾。你好，有冇留意到審計署有關於審計報告入邊呢個關於公眾泳池管理嗰個情況提出嘅唔同問題，包括話譬如人數唔達標啊，入場人數唔達標啦，泳季嗰啲救生員短缺嘅問題，各個情況你嘅關注係點樣咧？又最主要都係關注翻救生員短缺嗰個嘅情況啦。持續咁多年，其實救生員嗰個嘅行業本身有佢自己嗰個嘅行業問題，一直都冇得到個關注啦。現時而家入職救生員咧，佢只係得一個職級嘅啫。咁所以對於一啲係從事救生員嘅話，佢可能做10年、20年，可能都係得呢個職級咧，可能對佢嗰個生涯規劃啊、職業嗰個前景咧冇乜大嘅保障，所以好多都可能做2-3年咧就會離開呢個崗位啦。加上就係佢嗰個人工都普遍偏低啦，亦都冇係與時並進去提升翻佢哋自己嗰個行業個發展需要啦。因為始終救生員都類似係同一啲救護員嗰個嘅情況，佢哋都係救急扶危啊、救人嘅。咁但係始終佢而家嗰個嘅職級都係喺個技工個階級啦。咁救生員佢哋工會持續都係要求即係政府喺佢哋嘅職系架構當中進行檢討啊、薪酬檢討，咁一直都未有一個正面嘅回應，咁都需要喺呢方面咧做多啲功夫嘅。嗱，有關於係即係救生員短缺嘅問題咧，今次審計報告都有提到嘅。泳季期間咁啊，公眾泳池嘅救生員短缺啦，咁啊，公眾泳池因為呢一個情況咧，救生員短缺而導致有局部關閉率咧，喺22年至到25年期間咧，介乎30%至到41%嘅。點睇呢一個嘅情況咧？即係唔單止淨係影響到救生員夠唔夠，或者佢哋本身嘅即係行業發展啦，咁係影響到公眾，因為講緊個泳池係會有臨時或者局部關閉嘅。點睇呢個情況同埋比例咧？本身其實我自己後生嘅時候，90年都有參與，即係嗰陣時講嘅臨時救生員啦。嗰個情況而家就叫季節性救生員。泳池佢哋嘅開放咧，最主要佢哋係分即係2間嘅，意思係情況最早咧，佢哋開嗰個泳池咧，去到係差唔多6點半啦。咁佢哋收池咧，即係結束咧，就去到10點嘅。咁所以佢哋每日維持都係2間嘅救生員服務。但係使用泳池服務咧，其實就唔係即係由6點開始去到10點咧，夜晚10點咧都係即係咁多人數，可能喺朝頭早未必咁多人。夜晚咧就可能會多啲，晏晝中午時間都未必咁多人係入泳池嘅。咁如果維持即係2間嗰個人數嘅比例咧，其實好多時就開放咗個泳池，人手就多入場嗰個泳客就少嘅。咁所以咁多年，其實喺康文署佢哋對於嗰個游泳池嘅管理啊、人手嗰個安排咧，其實都冇一個好全面嘅檢討。係咪可以採取一啲措施，就係可能早嘅時候人手冇咁多嘅時候，係可以採取一啲彈性嘅上班啊，或者人手嘅配置。咁呢方面係有需要，即係喺康文署佢而家檢討一下，按住嗰個嘅入場人數同嗰個救生員嗰個嘅管理嘅人手編配咧，如果佢做多啲功夫嘅話咧，對於佢係人手短缺嗰度咧，可能有一啲嘅措施改善到唔需要咁多救生員嘅話咧，避免咗一啲嘅泳池可能去到泳季嘅時候就唔會出現係再係因為關池啊、人手唔夠啊嗰個情況咧。應該我相信再採取唔同措施咧，可以改善到而家即係泳池因為唔夠救生員而係要封池嗰個情況嘅。即係你意思係某一啲時段，譬如朝早有時係可能救生員反而太多添，咁但係一個配置嘅問題，涉及到可能有啲時段係比較多或者需要多啲救生員嘅就唔夠啦，係純粹一個配置問題，你覺得係？呢個係個配置問題咧，大家都知道。其實譬如我哋用緊一啲公共交通服務，譬如巴士司機，其實佢都唔係話即係個翻晒工冇乘客嘅時候，我哋都係繁忙時間比較多。咁所以其實譬如巴士公司啲司機佢成個可能係繁忙時間上班嘅。咁對於救生員，其實政府係咪都要即係參考唔同即係行業佢哋嗰個上班時間啊，咁去做配置嘅話咧？咁可能嗰個有效去請到更多嘅救生員啊，或者喺嗰個當值嘅時間做多啲功夫咧，應該可以有大大改善嗰個短缺情況嘅。但係其實講緊救生員唔夠都唔係近年嘅事，講咗好多年啦。同埋頭先都講到話，直情影響到一啲泳池係要有局部關閉，去到22、25年，22至到25年期間，講緊係30%至40%一個
即係唔算係一個好細嘅比例，係咪真係純粹從一個朝早可能咧冇咁大需要啦，彈性啲啦，就翻少啲救生員，咁啊其他地方即係其他時段就翻多啲救生員就可以解決咧？定係根本係已經而家去到而家呢個局面係根本人手少到係調配唔到咧？會唔會係咁？另一個情況，因為本身公眾泳池佢哋多數都係夏季去開嘅，咁去到冬季可能就冇咁多我哋叫暖水池。但係近幾即係呢10幾20年期間咧，大家都見到就係香港嗰個嘅火發展咧，好多大型屋苑佢自己都有一啲嘅叫做會所啦，會所亦都有一啲嘅我哋叫做係即係屋苑嘅泳池啦。咁喺嗰方面其實都係聘用咗比較多呢啲嘅救生員嘅。咁同埋屋苑佢哋嘅救生員個情況，因為佢哋就唔同康文署呢啲嘅泳池係分夏季啊同埋冬季，佢哋有好多都係全年開放，咁所以對於救生員佢嗰個工作穩定性咧，喺而家私人屋苑嗰度嗰個聘請係比較穩定啲，同埋個人工比較高啲，咁所以兩方面一個情況咧，就變相即係睇到就係康文署佢哋嗰個點解人手短缺係出現呢個情況。嗱，除咗講到話即係救生員方面咧，其實成個喺今次一個有關於公眾泳池嘅審計報告當中咧，都有提到話入場人數嘅。以24-25年度公眾泳池嘅入場人數咧就係1260萬，咁啊收入嚟講咧就1.4億多啲啦，咁開支咧就係超過12億元嘅。點睇公眾泳池嗰個入場人數咧？如果講緊開支係12億，但係12億幾啦，收入係1億幾啦，咁點睇呢一個嘅情況咧？本身人數如果用審計個角度嚟講，即係用會計角度嚟講，當然係真係唔理想嘅。但係本身你睇到其實游水呢個嘅運動同其他運動係極之不同嘅。佢游水係真係唔係太方便。你譬如玩球類活動啊，去運動場其實比較方便啲。佢就咁入場就得，但係你入到泳池可能係涉及到又要更換一啲嘅泳裝啊、其他嘢啊、設備，同埋始終游水都係比較一個危險啲嘅運動，有一啲小朋友佢未必真係可以自己去游水，需要啲家長去陪同啦。咁亦都受到即係天氣影響啊，一啲可能係氣溫影響啦，都影響到嗰個入場人數。再加上就係好多都係話，即係譬如我哋可能晏晝食飯時間或者其他時間都可以好方便咁去玩一啲球類活動，但係泳池就唔得，即係比較偏僻啲、偏遠啲咧。對於嗰個嘅運動發展或者一個普及性又唔係太高，咁所以用會計角度一定係出現問題。但係對於整個香港嚟講，即係始終游泳設施都係一個公眾服務啊，俾市民有一個嘅即係可以享受嗰個游泳個樂趣啦。但係講嘅收支爭都頗遠，收入就1億幾，開支就12億幾，呢個情況點樣處理咧？其實有。所以喺嗰個管理同財務方面，因為正如頭先我所講啦，即係泳池你由朝頭早6點開到夜晚10點，你嗰個人手配置就係真係咁多人㗎。你係配置咗20個救生員，咁仲有其他清潔員工啊，泳池又有經理啊、主任啊、其他嘢啊，咁所以佢兩間嘅人手配置咧，其實嗰個嘅經營成本係十分之高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始終而家游泳池嗰個嘅入場費都比較偏低。咁未來係咪都可以喺呢方面去增加收入？即係個入場費要增加咧，都要檢討啦。咁但係亦都要睇翻即係公眾佢哋即係普及運動嘅時候，佢嘅負擔能力啦。所以呢方面都需要長遠去做一啲深入研究，再同我哋立法會議員去多啲溝通啊，俾多啲意見咧，睇點樣持續改善嗰個情況。講到入場費方面咧，其實今次報告入邊都提到，其實每日入場嗰個計翻嘅成本啊，究竟係點樣咧？24-25年度24-25年度各個公眾泳池嘅場館平均每日入場人數咧就介乎77至到3142人不等。每名泳客咧喺康文署嗰個整體平均成本咧就係101蚊。咁啊成本最高咧就係屯門仁愛堂游泳池。就係原本可以容納到370人嘅，咁啊日均入場人次咧就82，平均成本咧去到700幾蚊啊，760幾蚊。成本最低咧就係觀塘游泳池，咁就話可以容納到咧2400幾人嘅，咁啊每日入場咧去到成3100幾人，咁啊平均成本係42蚊。都睇到咧，即係佢哋除翻開啦，因為嗰個入場人數去計翻嗰個成本啦。咁頭先你都提到話入場費而家都係偏低嘅，咁你覺得可以加到點咧？因為如果你話睇翻個數啊，每名泳客其實嗰個平均成本去101蚊，又冇理由加到去
或者有冇理由啦？我即係點睇咧？或者加到去成100蚊咁，對於即係泳客嚟講個負擔又係咪太大咧？應該點樣定嗰個入場費咧？如果提高嘅話？如果即係就咁去單一去睇，又好難去計嗰條數嘅。譬如你頭先所講到，即係喺屯門嗰個賽馬會仁愛堂嘅游泳池，我都喺嗰個游泳池係工作過嘅。咁當其時其實屯門區只係得一個泳池，而嗰個泳池又唔係個標準泳池，佢只係一個水凼，咁可能有條上滑梯，咁有啲即係俾兒童玩，所以嗰個游泳池又唔係嘅一個標準泳池，所以佢又唔可以係有一啲訓練班啊，或者其他學校啊，可以入去做一啲教授啊訓練嘅情況。嗰個只係一個娛樂或者係一個可能係享受嘅泳池。咁同埋就係始終即係嗰個泳池發展，佢仍然係咁樣。有啲泳池，譬如你講到觀塘泳池，因為個觀塘可能只係一個泳池，咁好多一啲學校啊，唔同公眾人士，佢喺嗰區即係去嗰度，咁自然係人數係比較多啲嘅。咁喺嗰個而家咁樣嘅情況之下，即係康文署係咪即係就住一啲娛樂嗰啲嘅游泳池，點樣可以再提升嗰個效率啦，或者個開放時間能夠檢討咧，都應該可以做多啲功夫去，即係令到個成本可以再降低嘅。嗱，最後都回應埋咧，究竟泳池嗰個數目啊，因為今次都提到話，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啦，全港其實需要咧26.2個標準游泳池場館啦。咁啊，康文署開放俾個人入場用嘅標準游泳池場館咧，其實有42個嘅咁。點睇個數字上面或者而家分佈上面泳池係咪有過多，定係純粹一個分佈上面未必好平均，定係點呢？如果睇人口同嗰個數量，咁又係啦，即係數字上邊，即係用會計角度一定冇錯。但係有時我哋又會發現，即係泳季咧，有啲泳池可能係人數偏多咧，有啲市民都覺得做佢太擠迫，係咪可以限人數入去？咁呢個係好兩難嘅情況嘅。咁即係泳季一定係越嚟越多人嘅，有時係爆到係入唔到場啦，出邊排晒隊都入唔到去。有時就可能真係嗰個係情況比較少，咁一到繁忙時間，即係喺社區人士啊、區議會層面啊，市民都希望即係加多個泳池，可以疏導嗰個嘅泳客個數目。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按住嗰個實際情況，點解即係會高過標準咧？係即係喺繁忙時間或者係泳季時段嘅時候係會有咁嘅情況啦。咁所以個數字上面未必反映到即係實際而家嘅情況嘅都係。好啊，唔該晒你梁子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